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日我哋會教你點樣更換 HP15 SFQ4014NS 嘅顯示屏，呢個過程其實唔難，跟住我嘅步驟嚟就得。首先，確保你有合適嘅工具，例如螺絲刀、塑料撬棒同埋一個乾淨嘅工作環境。第一步，先將筆記本電腦關掉，記得拔掉電源同埋電池，確保安全。第二步，使用螺絲刀拆掉顯示屏邊框周圍嘅螺絲，通常有幾粒，記得將佢哋放喺一個安全嘅地方，以免遺失。第三步，輕輕用塑料撬棒撬開顯示屏邊框，要小心唔好損壞邊框。第四步，當邊框拆開後，可以見到顯示屏嘅連接線，輕輕將連接線拔掉，然後就可以將舊顯示屏拆下。第五步，將新顯示屏放上去，記得重新連接好連接線，然後再將邊框裝回去，確保所有螺絲都緊固好。完成後，你可以將電池重新裝回去，然後開機檢查新顯示屏是否正常運作。如果你對自己嘅技術能力冇信心，或者覺得過程麻煩，我哋提供免費診斷服務，幫你檢查問題所在，亦可以提供上門取件送件服務，方便你唔使出門就可以解決問題。